一輯營環東西遊亞洲篇，我帶大家嚟到新加坡，食最潮嘅，玩最潮嘅。我帶咗一位食神，兩位靚女，同大家一齊玩盡新加坡。我帶大家去到最高嘅地方，睇睇今日嘅新加坡。我仲帶大家去有新科技、環保同浪漫嘅新地標，仲有好多 shopping 點。呢個行程最特色嘅係我哋坐空中巨無霸 A380。呢一架空中巨無霸裏面一共有471個座位，不過我哋先睇下頭等艙係點樣設計啊嗱。坐落去座位好寬闊，電視喺我哋前面。食餐嘅時間咧，原來可以安排埋我哋嘅拍檔一齊食餐，中間咧開張餐台就可以好舒服咁樣飲住酒共進午餐或者晚餐。休息時間係點樣咧？原來呢度係一張180度嘅床可以攤低晒嘅。雙人床嘅時間，將中間嘅屏風攞低，兩張床一齊放出嚟咧，就係雙人床。一個人瞓覺嘅時間點樣咧？有玄機，好簡單，將中間嘅屏風咧一拉低啦，窗門拉埋，閂埋呢一道門咧，咁就可以好寧靜享受一個舒服嘅飛機上面嘅晚上。頭等艙咧就喺飛機第一層嘅前面。而家我哋上咧2樓睇下，原來咧2樓咧嘅前面咧就係商務艙嚟嘅。當然座位一樣都係咁寬闊。除此之外咧，即係我哋要休息嘅時間咧，原來好簡單，只係將個座椅個背攞落嚟，然之後咧鋪好咗，跟住咧擺張氈去上去，都係180度，可以好舒服咁樣喺度休息嘅。成個飛機嘅設計咧，其實可以擺800個座位。今日上呢個飛機咧，只得470個座位，咁可以諗到咧係幾寬闊嘅。經濟客艙咧一樣都係咁寬闊。最特別就係話，我哋睇到個椅背係薄啲，因此空間咧係更加寬闊。我哋見到咧係前面一個電視系統，呢個電視系統咧非常之新穎，由裏邊咧有超過1000套電影同埋音樂俾我哋咧喺旅途裏邊咧享受嘅。寬闊之外，可以擺到其他嘅雜物喺個箱裏邊啦。咁成架飛機嗰內部嘅設計咧係顏色好鮮豔、好舒服嘅。